由頭到尾係冇攞過成龍1毫子嘅。或者水果啊咩啊咁，佢又收埋嘅。面膜也不是他們。即係好多人都話成龍其實好孤寒。呢個人係孤寒到震喎。火星最慘嗰個，最辛苦嗰個，所有嘅替身係火星嚟嘅。我想同你計下啲舊數咯，因為你都知道好多戲你做完咗之後扣咗我好多人工，咁我希望你將我嗰啲人工俾翻我啦。館主的4句言簡意賅的評論放在最後。8、6、7年嗰陣時咧，有電話出，即係有嗰陣時唔識排多大電話嘅，咁佢都想我哋每日出部嘅，但係出嚟一部電話成咗萬幾喎，咁我哋都兩千蚊一日，6.6千蚊一部，佢有啲想租得3千五，平啲片嘅啫，即係唔平，咩有啲得4千蚊嚟嘅租。佢最緊要出完個電話之後咧，佢係出汽車，即係每人有架車，因為點解咧？你想成家班個個都好貴，即係出直車喺度。但係呢個威大家都覺得可以威嘅，但係如果俾嗰啲車同電話係俾大多俾送俾我哋都好啲。而家所有嘢我明明充氣積，個個要供，我都供架車供到好慘啊！應該係84年啦，84年同你去美國拍嗰部西片，咁啊 Pocket Money 一個禮拜250蚊美金，咁啊你同監製講唔使俾我哋咁多，俾50蚊啊，就扣咗我200蚊美金，跟住咧去咗1個月喎，咁你扣咗我800蚊啦，咁個替身咧就係喺個快艇上直升機就飛咗成個紐約。咁啊，人哋公司開1200蚊美金替身俾我，咁你同人哋嘅製片講話唔使開1200，扣咗我1000蚊，俾咗200蚊我。我第一部戲 A 計劃做嗰個演員8萬蚊，第二部戲跟住你部戲賺錢啦，應該8萬蚊、10萬啦、12萬啦，唔係。7萬，我揾個製片嚟同我傾，7萬撈唔撈啊？唔撈我話你成家班第二個撈啊！即係直情喺戲院上畫嗰度咧就訪問我啦。有條友同我講，問完好多嘢，跟住你而家幾多錢月薪啊？咁樣，我話好直接，我6000蚊咯。跟住嗰個記者話：哇，6000蚊咁少啊！哇，你老細好孤寒啊！佢咁樣講啊，我已經同佢講嗱，呢個係你講嘅，你千祈唔好寫出嚟。佢就寫出嚟啦。我因為雜牌軍，我係男主角，我同你傾嗰部戲咧，我要15萬，你嗰個製片咧就話唔得，要俾12萬我，咁我都冇辦法啦，接受啦，因為做男主角嘛，12萬俾夠你45組咧，係嘛？我哋都夠開胃嘅話，我就話45組，咁45組之後會點啊？咁話會補錢啦，係嘛？每組都要補翻俾我啊！咁計咩？點計咧？就攞42萬，12萬嚟計45組。過咗45組，每人要補翻，每組戲要補翻2600蚊俾我，大家公道啲係嘛？話好，咁攞張合同翻去改，好啦，俾咗2組錢我啦，啱合同嚟咯。喂，你未簽合同啊？我話咦，我仲未寫嗰幾行字喎。得啦，嗰啲錢都俾咗你啦，你簽咗俾我，一定補翻嗰幾個字嘅。咁我真係好純真嘅，我即係做人做得。好啦，我相信你啦。已經攞咗你8萬，又拍咗即係拍咗半組啦。咁你寫嗰個字好簡單嘅啫。好啦，跟住我就喺合同簽咗個名啦，嘣俾咗佢。補，已經過咗啦，45組過咗，跟住開始新嘅嚟啦，1組、2組、3組冇啊。咁就話喂，仲未俾尾期，仲未補錢俾我，而家喺度搞咩？你陳志佢嚟探班，我幾天真啊！我問佢啊，喂，大佬，
我咁樣嘅情況，即係頭先講嗰啲冇聲氣話點啊？你合同都冇簽嗰個，冇早過2600蚊嗰啲。阿成龍大哥嚟探班啊！我又天真喎，我問佢話：我大哥有個咁嘅情況喎，嗰啲好好笑。我一反面，跟住啊問下我阿媽，嚟到尾，我話咩事咧？跟住佢嚟一句：哇！我攞5嚿水嚟捧你做男主角，你仲同我傾呢啲？哇！嗰陣時我醒啦。原來你係老細，你話咧我幾遲鈍咧做人。因為城市獵人咧，我就係武術指導，就2個父子跟我咧，就李宗志啦、阿根啦。咁我個父子阿根光頭根打電話俾我，喂，老細派咗指導費喎，話幾多啊？10皮。哇，10皮，好10皮，咁你哋10皮。我話起碼15至20皮啊！咁啊，我第日翻去啦，我就同老細講：老細出糧咯喎！我話老細，出糧，別。跟住我就又係咁多啊？跟住係啊，係咁多噶啦。我話喂，我係指導啊，你成家班冇分大細啊？佢就嚟一句：成家班唔分大細。你唔分大細啫，你工作上面有大細噶嘛？我係指導，佢哋係父子，佢哋又收10萬，我係指導，我又收10萬，咁咪好唔公道咯？係咪先？即係好老實一句，我係唔 like 噶嘛。跟住佢話：我係咁噶啦，成家班啊，千篇一律。我話你之前唔同我講，你之前同我講，我咪唔做咯。因為我拍完《醉拳二》咧，係喐唔到啊嘛，開刀啊嘛，醫生要我休息3年啊嘛，咁我3年我喐唔到，佢咪要養我3年咯。但我又去唔到，佢又覺得唔抵啊，白養我啊嘛。我話唔明啊，因為我係為你而受傷嘅，我出邊冇受過傷噶嘛。佢就去加拿大拍紅番區，我就去唔到，佢又翻嚟同我哋傾，話冇月薪。就變捕頭，咁我就話冇月薪，即係解散啦。我哋嗰陣時1萬蚊一個月，咁咪要離開公司啦。咁你話我補翻1萬蚊俾你哋，補多1個月，補多1個月。人哋都有長期服務金嘛，即係嗰時冇強積金，即係長期嗰啲㗎啦，唔係1個月㗎嘛。補多1個月，補多1個月，即係攞多個月就走啦。咁啊，我呢度轉身走咧，後邊咧有個會計搭我膊頭，喂，你唔走得住啊！我做咩事？你仲爭公司9萬蚊？我同佢做咗16年啦，臨走仲要爭佢9萬蚊啊！咁你之前如果你真係俾錢多過我咪夠使，咪唔會同公司借咯，啱啱先16年咯。你要我哋計幾多組？我哋都計咗128組，一組2800蚊。咁啊，後尾同你計100組都28萬啦。但你到尾都俾唔到啲筆數我哋，你俾咗7萬5我哋。我咪出咗18萬嘅。咁你有拍戲噶嘛？佢就係每部戲嗰啲子彈啊，嗰啲槍租翻嚟啲錢啊。都揾咗成80幾90萬嘅，咁90萬入邊我都有9萬蚊啦，係嘛？因為我有10% 噶嘛，咁我同佢哋講，喂，我哋有成9萬蚊，即係你哋利潤啦，我話唔得㗎，未得啊，因為點解？我哋嗰間公司開180萬，依家都未翻本，因為翻本擺咗喺度，先至可以分得嗰個，即係之後嗰啲錢喎，到依家。嗰度我連斗零都未分過。1. 火星做演员和舞者的片酬是7万、8万、10万，比普通人高。那为什么会在28年后出来讨薪？首先，
要融入那个光鮮的圈子，消費開支遠比普通百姓要高。其次，武行們有賭錢的惡習。新鮮，即係隔夜茶一起身係要賭㗎啦。再次，火星身上有傷，要看醫生。二，只要火星說的這9條是事實，就算他賭，也不影響他追討他應該得到的，而且再怎麼賭，也不可能賭到曹達華、陳百祥那種地步。三，在醉拳二受傷後，沒有工傷賠償，16年工齡，只給了1個月遣散費。四，火星是成龍無數危險動作的替身小白鼠，理應獲得更高報酬。